安排，怪你当初不应该。人生应该为将来提出勇气来，暂当前是迎风走天涯。爱情藏在心内，何必求你来排解？离开你才应该。两代魔头，混沌妖魁劈个魔镜，击对小我神三郎。小我神三郎犹如惊弓之鸟。哇，凄惨啊凄惨啊！一三走四走，煞走去这个静物仙境来呢。内面有闪电口劈着眼，我煞唔知有闪电口劈着眼。到这么边咯，要要走嘛是死，唔走嘛是死。罢了啊！入这个静物仙境，准讲去互这个闪电口劈眼拍死，嘛开也死哩！迄两个妖道的手头啊！有你入静物仙境。三名小子已经堕入静物仙境，静物禁地是仙境。有望侵犯出月灵，就要听强不听劝，霹雳闪电夺性命，霹雳闪电夺性命，天下间有任何一个闪电霹雳可以胜过咱两个呢？又有什么人可以打倒八魔？除了这点，可是这点将近死了，已经无人哦。先结果迄三名小子，就入进我神经，结果迄三小子的性命。咱大家吼较细致，尽量莫去拄着闪电口劈的眼，不一定这个劈个魔晶甲混沌妖魁。会比咱较大声拄着嘛，不一定呢。是哦，先拄着人先死。红巾主人，哇哈哈！闪电口劈的眼啊！咱来真歹运。哇，仙叔啊，仙叔啊，屁股精神啊！苍巾主人，苍巾主人，什么人是恁的主人？你就是这边的小主人。是哦，闪电口劈的眼，过去有向为娘救助。头一个当初阮两人的闪电霹雳，迄个人就是阮的主人。哦，我就是恁的主人。是。遐恁是袂使拍主人呢？当然。遐主人的朋友嘛袂使拍呢。只要主人的欢呼。阮两人绝对服从。恁两个爱听我的命令。当然，你是主人，阮就是你的部下。安尼好，闪电口霹雳眼水听令。走。等一下吼，若有两个妖道，伊会为遮来，用恁的霹雳灵光。甲闪电灵光，好啊，甲教死一个。遵命。另外吼，我这两个朋友啊，拄则吼，互恁惊一落昏去，赶紧的，甲夫妻休困。遵命。
哼，臭小囝，其他两名呢？卖大声啦！其他两名等一下吼，就会出来甲恁输赢。都是这两个啦，替我甲修理。主人遵命。情我神境内面，闪电口饼混沌了开，迄个间正劈个无声，双方打起来，旗鼓相当，兵分秋色。最后，各人要使出最拿手的绝招。闪电对闪电，好个大锤出现，霹雳对霹雳，射得干红飞流。两大魔头错红敌手，不敢乱战，踢出前卫神经路。啊，战就是战，赶紧来甲对去啊！主人，对也无路用，阮两人的原力也用甲差不多咯，必须先休息再加油。好啦好啦，休困就休困，迄两个妖道吼，差不多嘛是爱休息。哎呀，嘿，小母啊，也你当时甲这两个怪人有交陪啊？我是因的主人呢。哈，你是怪人的主人？哎呦，遐代志哪会变安尼？一都顶厝啊，入到情话仙境，安尼啦。嘿，小母啊，想袂到吼，你真有福气，因祸得福，演两个妖道呢。迄两个妖道吼，这袂赢，已经渡出这个情话仙境咯。小母啊，拍铁爱趁热呢，无就卖，叫你这两个部下吼，赶紧对去，将迄两个妖道拍到互伊九字头白做伙，拖。好是真好啦，可是闪电口霹雳眼吼，拄则见迄两名妖道，迄两个妖道嘛真厉害呢，所以两人的原力已经用尽，一定要休困。原力用尽爱休困啊！是哦，我的目睭真涩，嘛真疼。哇，有影呢，看一个真好，吼，迄目睭拢红光光。我吹真生。嘴闭一个伤久吼，煞合袂完，哈哈，可怜。所以吼，一定要先好休困。安尼嘛好啦，互因休困，也咱顺便嘛休困。等因两人吼，原力若是把足，则大闹这个小西天救师傅，另外吼，替这个梁寿王报仇啦。真是错红的手，哇！我的目睭拢流目油，规个拢雾煞煞。你的功力也无法度甲我相提并论啊！好咯，真济咯，你自己也吹嘛合袂我咯。奇怪，天下间若闪电霹雳，论真是咱两人最强，为怎样在这个情话仙境？要有这两名怪人啊！这唔知倒一条路的朋友啊！咱必须调查。调查之前，先养护金光到小西天吧。都有你行路目睭看袂清楚，要注意。你的嘴尽量避免去后网啊飞入去。好着了哈。地风魂妖梦精，联手对付离魂特别。地风魂妖梦精，联手对付离魂特别。妖梦精变时机成熟，抽出了回手。
为所将离魂吊离地面，见黄魂天空一刀，啊！刺杀离魂咯！偷窃脱皮，想要逃离现场，但是敌路。脱皮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咯。已经替天下除去两害。正如小天官所指点，离魂脱皮就是离开地面，失去吐气，那就无可能再复原。咱两人合作时间已经完咯，你也可以离开。季风云，有一个人陪在你的身边，岂不是较袂寂寞？季风云不愿意与人同行。如果是你的爱人董教主呢？莫提起董教主，离婚伊，与你无关，那是我的代志咯。哼！秀妍，你真是使我担心啊！多情的老嫂嫂，一夜担心这公，自我难安。愿聪明月满念霜，暂定照风中。燕子楼中孤影风，零零一盏梦。燕子楼中凄情人，空海无情郎。冬秋多情人秋阳，寒夜相思中。哦哦，情人，你叫我莫担心。可是现在秀妍的处境，我是要怎样会安心啊？情人，咱来去休息厅找秀妍吧。你会惊死？既然你若袂惊，那你就带我来去嘛。你担心我的安全？可是我若无看到秀妍，我是生不如死啊！多谢情人，咱现在就动心嘛。叫好紧的咯，叫好紧的咯！哎呦，我是卡生树嫩哈！叶林厝到底是要偌远？因为过迄个山，还阁过2条溪路，一个行，我一个就到呀咯。哎呦，我强要行袂去咯！你是来一无动地呢？你若袂安尼讲，约这几天我拢咧走我这电话甲对，迄是糟糕咧吼，已经无体力咯。无啥互你大形正心，一个翁啊，伤甲会变人形，安尼真一撮仔路尔就无体力，你真无动地呢？我未请教你啥大名？我姓彭名肯啊，扑克，也毋真后甲人创治，毋是啦，你听好，扑克啊，对啊，扑克啊，毋是啦，安尼啦，真啦，碰啦，真肯啦，安尼啦，肯，哎哟。吉啦，毋是克啦，扑
吉，嘿啦，福气啦！哈，又个福气，要你老知，我呢吼去人红，西本吼你牙音拢较袂准啊，你多多海含。好啦，福气啦，一恁厝敢真正有材料，通好做即个万尖火光腿。我袂骗你啦，等下吼，你若到阮厝，你看你会着一惊。怎样讲？我的厝内吼，无论是军警、宝剑、秘籍、宝刀、宝剑，吼，应有尽有。呀，你为怎样哪有遮物件？一人一道啦，要我著吼鼓物伤。哈，鼓物伤。嘿啦，讲安尼较好听啦。其实吼，我过去拢靠迄个静脉神经咧专家的啦。是安讲靠静脉神经专家？因为静脉神经内底有两个管员啊，一个闪电口，也一个撇两眼。迄个静脉神经内底有一种果实叫做万年果，讲会当解万毒。吼，一天下吼，真济只牛人啦、刀王、剑王啊，拢要到这个静脉神经摕这种万年果。结果啊，去拄着迄两个管员吼，拢十身拢翘。但是啊，迄两个管员拢暗示出来，你是拢袂出来。我让你是吼，落入去加减蒙体，顺便吼做一寡善事，甲遐人带的。哈哈，果然如妙。是啊，阮厝里面头前啊，无偌远啊，走咱去，那阮厝这好带咯，对咱来啊。暗公分啊！你看这支一做了，你敢有介意？好，规支拢金的呢。毋是拢金的啦，若规支拢金的吼，我都破产啦。迄吼用金箔啊尔，布尼斯啊尔。暗公分啊！你爱知呢？这支吼，这支通天锤，啊毋是万尖火光锤啊！迄个锤头的所在，遐有一个暗门。哈哈。迄若讲落到地吼，迄碰着内底火药，规支拢爆炸，万箭射出，规身躯马上变成芳香。这个腿水是真水，但是你爱知呢，这个电鹅甲是一个老狐狸，若呢举起，无一定伊会相信。伊若唔相信，无讲，咱都害伊袂死咯。对啊，所以讲吼，这就是社会经验，爱摆场面啊，哈，摆场面。是啊，那呢是要安怎摆场面？我讲你听啦，这个计划吼，我咧行路的时阵已经拢计划好势啊。来去那山顶买娘上悬的所在，设一粒山；而迄个上悬的所在吼，设一空桥洞，然后来去布置，互伊水，互唔知的人看到，敢若秘书得到的半身，你才去请你的电话额到山洞来赢这支锤。好好。这个办法是袂歹，但是你嘛爱有一个道号。当然啦，你就叫我通天半成福气。好，通天半成。是啊，赶紧去呢。但是吼，爱紧下手，唔通互伊起疑心。好，现在我就到小西天，请这个电鹅角来见你这个通天半成福气。可恼可恨，暗更忽，你欺我太甚了！不杀暗更忽，难消满腹之气。来了！参见教主。什么？离魂脱魄被杀？是咯，小花发现离魂脱魄，被吊在树上，吊在结果就是死在季风魂，甲一个死丫头叫姚梦珍的手头。讲话都要好。到底什么人知影离魂脱魄的秘密？论季风魂姚梦珍，一定无可能知影。到底是谁啊？天雷门金江红求见。天雷门金江红，天雷门也是乡镇党的派门，来人啊！传他这里。金江红。见过小西天之主定王啊！金良红来到小西天何事？带来考信。什么考信咯？小天官近日之中向你宣战。
小天官今日集中向我宣战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天官算什么咯？小天官就是我的主人，也是天外天的创造者。初出天下就这种的胆量，实在使人钦佩啊！丁五岳，我看你也是乖乖俯首称臣，让小西天纳入天外天的旗下吧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唔相信小天官有多大的本领啊！丁五岳，另外还有一个秘密，我若讲给你听，你会真着惊。就是小天官指点记红魂，杀了你所创造的离魂托魄。丁五岳英雄惜时务，俊杰地进体，考神大教，我要离开咯。等你，哦，你是不是已经改变念头，愿意加入天外天咯？小天官还是我的手下离魂托魄。那就用你金鼎空背命！赶上来天外天的人，应该有相当的准备啊！小天官，小天官，小天官已经出现在小西天路，刺客，刺客，刺客！两代派文将是一场的血战，结果如何？请看精彩续集，真假济公。